大家文康坊来关心的是由学生组成的邓囡仔家乡影视文化组，真的是参台语潮来合作，伫彰化来办台语潮的绘本日的活动，拢总是有26个来自各县市无共科系的大学生，大家发挥专长，替母语来尽一份力。 大家在做伙认真地听故事，这是由学生筹备举办的台语潮绘本节活动，有安排台语绘本广告、互动游戏、甲青年组织分享等等，希望用台语来讲万项台。即卖囡仔拢较罕咧接受台语，想要带囡仔来熟悉台语的活动。我只知道假水果，然后再回亚洲旗。我不会说台语，但是有这个活动可以让我参加，我就觉得很棒。 学生组织邓囡仔家乡影视文化组织，主要是咧推广彰化的在地文化、地方创新。进前嘛，捌伫菜市仔办过活动。即便因参共款是学生成立的台语潮团体，伫彰化举办台语潮绘本节的活动，要甲母语的根传出去。 这是阮头一届伫咧中部办，予囡仔的台语绘本的活动。阮希望讲，台语会使为较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学。透过这个机会，甲彰化的这个故事带出来，嘛会当予囡仔会当开始伫心中种一个种子的感觉。即马阮咧做田调的时阵，其实上主要的语言嘛是台语。 可能讲我即摆嘛袂讲了真好，在地的乡亲拢叫你莫紧张，互我感觉足温暖，足想要继续练习的。学生团体表示，因虽然有个人台语讲甲袂练转，但是大家拢真愿意甲台语讲倒转来。这届活动计共有26位学生参加，大家发挥专长，有人负责网络宣传，有人设计活动，全部拢是学生家己走总筹备，都是希望用家己的力量关心传承在地文化甲本土语言。记者杨淑成，彰化报道。